这是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南非和墨西哥当选总统；美国国会两党高级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谴责中国治藏政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司政边巴次仁颁发民主服务奖章；司政边巴次仁祝贺印度内阁新任部长；比哈尔邦立法委员会副主席访问西藏人民议会；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出席在赫尔营举行的中情曲西藏项目纪念活动；欧盟在中欧第39次人权对话上反对中国干涉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藏人和支持者抗议中国总理李强访问；第23届西藏和喜马拉雅文化节在法国巴黎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6月18号致函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祝贺他在最近举行的选举中再次当选。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南非一直是一个稳定和民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多民族社会，各种文化、语言和宗教和平共处，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我希望在您的领导下，这个国家能够继续繁荣发展，也希望您努力改善弱势群体的福祉。”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致函克劳迪亚·鲍西姆，祝贺她成为墨西哥第一位当选的女性总统。尊者在贺函中强调，他坚信人类社会出现更多的女性领导人，世界将会是一个更加理解、更加和平的地方。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战士都是男性，而女性则始终对他人的福祉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和热情。此外，美国国会两党高级代表团于6月18号抵访印度北部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并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领导人。代表团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众议员率领，成员包括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众议员玛丽安奈特·米勒米克斯和众议员阿米贝拉、众议员尼可·毛利阿塔基斯、众议员格雷嘎里·米克斯、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家属和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在抵达达兰萨拉近郊的冈格拉机场时，受到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和数百名森索藏人的隆重迎接。在抵达下塔的酒店短暂休息后，代表团随即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博物馆，并在晚间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在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举行的欢迎晚宴。本周三上午，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成员与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一道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行的年度乃琼护法神会供法会，随后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在会谈期间向尊者汇报了即将签署成为美国法律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在觐见结束后，代表团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大型欢迎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向与会的数百名藏人森索民众、学生、外国游客和媒体人员致辞时，着重介绍了来访的美国国会两党高级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以及他们在推动目前已提交给拜登总统签字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和之前所有涉藏法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后，美国国会两党高级代表团成员相续向与会民众发表讲话，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镇压政策，并重申美国国会将全力支持西藏人民。另外，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于上周四6月13号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颁发享有盛誉的民主服务奖章，表彰他为全体西藏人民捍卫民主和人权运动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司政边巴次仁在接受奖章后，在奖章敬献给西藏人民的同时，感谢了多年来与藏人行政中央密切合作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和前任领导人。除此之外，司政还谈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文化灭绝政策，并强调这一灭绝政策是由中国以牺牲多元文化为代价推行的单一文化主义所导致的。司政还谈到了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镇压西藏人民的问题。自1999年以来，国家民主基金会已向世界各国的众多杰出人士颁发了民主服务奖章。获奖人士通过个人的承诺，展示了他们对促进自由和人权以及建设民主制度方面的奉献精神。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于上周五6月14号致函加金德拉辛格谢卡瓦特，祝贺他被莫迪总理任命为文化兼旅游部部长。司政还致函苏卜拉曼亚姆杰山卡尔博士，祝贺他再次被任命为印度外交部长。在贺函中，司政边巴次仁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以及向达赖喇嘛尊者和印度各地的藏人社区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和慷慨援助。司政特别感谢文化部长期以来对印度境内的西藏各文化和艺术机构的支持。此外，印度比哈尔邦议会副主席、前比哈尔邦首席部长拉姆钱德拉普尔贝博士于上周五6月14号到访西藏人民议会，受到副议长卓玛次仁和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的接待。在会见来宾时，副议长强调了西藏和比哈尔邦之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精神联系。副议长呼吁他们为西藏问题发声，特别就中国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发表公开意见。另外，在西藏泗水六冈卫教志愿军成立66周年前夕，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于6月9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赫尔营军事基地出席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藏项目纪念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区议员丹增吉美、议员格西拉让巴安珠次丹、议员堪波嘎扎欧珠索朗和议员色达次晨，以及泗水六冈组织主席索朗多杰、92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布鲁斯沃克和当年随军藏语翻译员次仁多杰等出席了纪念活动。1959年至1964年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洛基山脉设立了一个秘密基地，训练了300多名为西藏自由而战的泗水六冈卫教志愿军战士。数十年后，科罗拉多州赫尔营军事基地的确切位置无人知晓，直到人类学家克罗尔拉麦格拉汉重新发现该基地后，赫尔营军事基地和西藏自由战士的故事才被世人所知晓。与此同时，中欧第39次人权对话于上周日6月19号在重庆举行。在对话召开前夕，欧盟代表团于6月13号至15号罕见地访问了西藏拉萨和林芝等地。在重庆举行的中欧人权对话期间，欧盟强调宗教领袖的认证应不受政府干预，并呼吁尊重宗教规范，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此外，欧盟重申了对中国，特别是急剧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方面的担忧。按照惯例，欧盟向中方提出了包括果希肉加措和扎西多杰在内的多名人权活动家、作家和宗教领袖的个案，并敦促中国立即释放上述政治犯。在中欧人权对话召开之前，欧盟代表团罕见地对西藏拉萨和林芝进行了访问。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组织的简短而密集的访问计划，包括访问寄宿制学校、文化和宗教场所、重新安置的藏人家庭以及监狱，并会见个别藏人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对此表示，欧盟代表团此次罕见地对西藏实地考察向中国发出了强烈信号，即欧盟对中国在西藏持续侵犯人权，以及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严厉打压方面的担忧。另外，在中国总理李强于上周五6月14号访问新西兰奥克兰之际，奥克兰的藏人和当地西藏之友等团体的成员举行抗议活动，表达对中共治藏政策的不满。
抗议者遭到了规模更大的亲中团体的推搡、阻拦和跟踪纠缠，他们试图阻挡和撕扯藏人的抗议横幅。然而，在李强所到之处，街道两旁的藏人高举西藏国旗和抗议横幅，以及高呼口号。位于新西兰的汉藏友好小组的成员和西藏之友等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也参加了抗议活动，高呼西藏自由等口号。同样，澳大利亚藏人社区、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以及东突厥斯丹、法轮功、香港和中国民运团体于本周一6月17号强烈抗议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首都坎培拉。当天，数百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国会大厦和中国大使馆前高举西藏国旗，并呼喊口号。在和平抗议期间，抗议者虽然遭到了中国驻澳领馆组织的欢迎团体的挑衅性攻击和骚扰，但依然坚定不移地全程展开了和平抗议。此外，为期2天的第23届西藏和喜马拉雅文化节于上周五6月14号在巴里以东的文森森林公园拉开帷幕，吸引了数千名来自巴里和世界各国的游客参加。在文化节期间，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和多米尼克·雷米格兰杰等嘉宾参加了主题为“通过法律进行抵抗”的圆桌讨论会。向已故的法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特致敬。他于1981年在法国废除了死刑，同时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长期好友。尽管当天的天气变化无常，但仍有超过5000多名法国民众和各国游客参加。为期2天的西藏和喜马拉雅文化节，让与会民众真正地沉浸在西藏文化中，同时也支持了重要的人道主义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